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主持人阿明陈伟民。台湾这项棒球一个大震撼弹，人气真悬的这个南美国讲要转卖球队，和球迷以及规个体育界啊，甲台湾拢是震动。2001年，南美国甲主场刷甲伫桃园这个全员主场，是创下台湾这棒球的头一个。票房嘛虽抢悬哦，嘛是中华职业棒球的这个票房的保证。马在7月7号后半季就要开始了。这南美国现主席宣布要来转卖对这棒球的票房，搁增加着搁较侪无确定的因素。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要带你来做伙了解。南美国要转卖现主席，咱现场邀请到3位来宾哦。第一位是咱台湾专业的球评钱 Sir 钱定远，钱 Sir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哦，第二位，咱要来邀请到台湾棒球改革联盟的发言人蔡碧文，蔡肯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到政治大学这传播学院的教授刘昌德，老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今日咱要来讨论就是南美国要卖啊，这件代志对咱的体育界来讲，真正是一个大代志啊，钱 Sir。确实啦吼，但是嘛无意外啦。就敢若像这个因的头家哦，老先所讲的，16年来，伊差不多一年赔1亿，是16年落来赔16亿。伫几年前呢，我就捌听过伊讲，实在足歹经营啊。但是呢，伊为着因当初的理想哦，甲球迷这个支持啊，所以一直动，一直经到即马。是。看因的记者会内底所讲的物件，会当了解。因确实毋是一个大企业。老先生所讲的，即马这个时代已经到爱互大企业来接手的时间到。对于南美国来讲，因一年爱赔1亿，迄个负担真正是足大的。是。逐年爱甲总公司开喙。虽然伊的成绩足好，确实是足好。这几年来，伊差不多拢是固定的冠军吼。介济选手创造了介济纪录。6月份，因的选手朱玉贤才讲出第22支红不让，迄是中华野球有史以来的纪录。但是赔钱的物件，赔到什么时阵呢？总是要有一个所谓停损点嘛。是。那这个代志出来了，确实是人会互惊到啦。但是已经发生了后，要安怎？无法度的，这就是我30年转播台湾的野球哦。看介济球队安尼来去，这件代志，互我的感受是上深的。因为老生伊唔敢若讲经营桃园这个球场尔，8年前伊以前是伫高雄大碧湖。是。迄个球场我第一摆行入的时阵就惊到，他把那个球场经历甲足好的。内底有餐厅，有边仔就是选手的宿舍。是。伊真正甲球场甲选手变做是一个敢若家庭的感觉安尼。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摆，互我感觉到这个老头家哦，伊是足用心伫伊的球队这个所在。是。但是真正挡袂掉。是。讲到这个挡袂掉，咱昨下咱看到这个记者会，实在是这个老界定，就是因的领队是安怎讲？咱看一下新闻片段。南美国转卖消息一直咧传，领队刘介廷亲身来说明，专程是真验收几落届喘大开，一开始就宣告启动转卖程序。不时有时候会闪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没有勇气去把它就是真的说出口了。2003年加入中华职棒，为蓝鸟熊到南美国桃园，拢总摕到6届总冠军，最近7年就有5届。但是每一年了钱要挖1亿，对中小企业来讲是真吃力。为着让球队永远有竞争力，让更较有实力的企业来接手是上好。我们也逐渐的跟不上这个职业棒球快速发展的脚步。那也因此，今天才会在这边做出这个很困难，也很舍不得
无勇气讲出嘴的话，上痛苦的决定，因为无想要模糊焦点，才会选伫咧球季中间甲选秀了后公布。未来不管什么企业要接手，无立场，干那希望留伫咧土壤。刘志廷嘛强调，球队是换头家，毋是改线。在企业正式易主之前，我们球队的经营一切也都会维持正常。年底我们也还有3连霸的目标要迈进。刘志廷讲，若是球季结束进前会当来转卖真好，但是即马是无时间表。若是球季结束进前无人接手，嘛会继续。而即马阁有3连败目标，也无到讲再见的时阵。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还阁有3连败这个目标，但是现主持这个转卖这个时间点，对这支球队来讲，对这个中华职棒来讲，是不是也有影响的？当然啦，一定有的啦。我唔知影讲主持人还是观众朋友，敢捌去过汤球场看过球？是。为捷运站落来了，这一路上哦，你就会当感受到这个球团哦，伊在经营这个球场的用心。是。咱较早咧讲哦，中华职业球哦，有2支球队哦是会当讲是指标性的球队啦。是。较早是兄弟象。即马呢就是南民狗桃园。你入去球场了哦，你会当感受到讲，完全唔是敢若看野球安尼尔，就是连体验的这个形象的概念啊。你内底音乐、灯光，还有啦啦队的表演，满满是互你感觉到讲，你内底看球哦，就是一种享受。是。你一摆去，后一摆搁想要去。我4年前、5年前第一道去汤球场看的时阵，我是惊到。真正是用惊到这2支，我野球转播遮久啊，唔捌看过讲一个球场是安尼来经营的。即马了后，台湾所有的球场拢是会当讲对卡波来做安尼的设计，包括即马的新增的球场，是台中的洲际球场、中信兄弟的球场，拢安尼统一嘛是同款。所以会当讲，这个球场，这个因的经营者呢，就是用盖者心思哦。在这个球场的规划跟设计上面，还有希望让所有的球迷去球场了后，你唔单是看比赛安尼尔，所以你去看一场比赛，你也当感受到台湾的另外一种活力在那个地方。它不是对，它不是只有棒球这项运动而已，它还有很多的创意、很多的想法。所以这个球队哦，突然间讲要化休哦，真正互人唔甘嘛，做唔甘的。所以都来问球迷啊，咱的蔡肯批文，做到一个球迷，你阁是这个台湾棒球联盟改革联盟这个发言人，你球迷心声，你发言人心声有赞处的差别吧？那是以一个球迷的心声来讲，我是感觉讲足唔甘的啦。我是为2013年开始看南美国的比赛。我搁较正经，我其实嘛是其他球队的球迷。是。我嘛家己以前嘛伫这支球队内底，我做所有的行销企划的工作。较早是何信金的时阵。何信金，搁有中信金的时阵。我是真正就了解讲，咱这棒球咧经营的时阵，伊到底爱开偌济心思的。恁即马看一场比赛，可能观众是伫可能比赛进行2点钟，还是差1点钟左右才入去球场。可是不只是球员在准备呢，这的工作人员包含着拄则前者讲到的啦啦队讲到这可能这表演可能搁有一寡阴险的现场咧经历的，拢是足早的时间，可能早时因就开始咧准备啊。所以讲，身为一个球迷来讲大概入去，我就感觉讲，这球队是真正将这球迷当作是一家人，是一家伙啊，一家伙啊，拢当作一家伙啊来对待。所以讲，为2013年开始看，包含正经的一开始拄则前者有讲到讲领头羊这个部分。那美国一直以来就是。包含一开始的元丰加油啦，到后壁全员主场，到后壁可能咱讲球场内底餐厅啦，搁有一些卖店啊，遮等等的，包含设计的部分，包含着
场外一寡活动的部分，哦，佮有甲广告的部分，这其实一直以来拢是行最头前的。嘛，因为安尼所有的其他的球队拢对行。对我来讲哦，这几年来看到南美国安尼7年，是真正足唔甘的。可是以一个咱讲我台湾棒球改革人民的这角度来看，我是感觉讲咱台湾对这运动产业的部分，真正是咱的看的角度是无共的。是，你讲自改革联盟甲这个球迷这个心态是无共款。其实讲实在，第一看的角度无共。所以你有啥物建议互因即阵？其实讲实在吼，我感觉讲咱当然啦，这政府的责任是一定有。是。可是咱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球迷可能过去咱咧看职业棒球的时阵，我想先生嘛有经历过迄个时间。咱以前可能球迷较少的时阵，一场200-300个、300-400个入去的时阵，球队该送票。是。到即马一张票500块、600块安尼卖。一个套票安尼咧卖。套票，无迄500块、600块是一场比赛哦，一场比赛的票哦，500块、600块安尼卖哦。可是球迷的心态是讲，你反正为嘛，我顶摆我伫一个网络的讨论区面顶看到，有球迷咧报完讲你球团。为啥会赔？那因为你其他的这平日的比赛，就无遐侪人入去，你票才算较俗的。哦。可是老美国无行这套哦，伊是安怎行？伊无咧送票嘛，无讲降价遮。有啦，伊有迄种讲看比赛已经进行到一半，你入来5局了后，5局了后会较俗。可是讲，伊一直以来，伊拢要求家己，我所有要提供的是服务。可是对于咱球迷来讲，这部分是落差的。是。所以讲，我是感觉讲，政府的问题先放一边，一个部分是讲，咱到底是要用什么角度？比如讲，咱即马入去电影院一张票嘛是差不多300-400块，佮加爆米花啥。是。一张票看2点外钟，1点半钟2点外钟，你会安尼开始入去看。可是野球，咱咧讲台湾野球的时阵，大家想讲为什么爱开300-400块去看？甚至500-600块去看一场球？是。这当时我感觉讲是，咱到底要安怎去影响？规个社会，台湾规个社会氛围，虽然讲咱讲过去咱时常咧讲台湾的国球是野球，是。可是你即马看起来，其实真正无感觉讲，无感觉讲台湾的国球是野球。是。大家是讲看国际赛，看到国际赛，球员表演就好，可是平时。你讲真正有入场要去开这张票，你去支持这伫国际赛拼命要摕牌要为台湾付出的这个球员对，所以这个运动产业甲这个娱乐产业、娱乐产业要来做比较，这个刘传和教授的这个观察，你的观察就这届。因为咱咧讲这个票价来称悬，但是伊这个服务嘛是有提升嘛。但是现主时其实有一个上大的关键点，就是讲伊的这个转播权利金这个问题，你可能嘛是有这做一寡比较，你甲咱补充一下。我想安尼讲啦，就是昨看迄记者会的时阵，刘介廷伊就讲，是南美国跟不上职棒的速度，对袂着这个速度。我想应该是。倒并来讲，就是唔是讲南美国追不上，唔是讲南美国对袂着，是咱台湾的棒球的产业对袂着南美国的脚步。是，就是南美国成功，唔过你这个规个咱野球的这产业无讲商业化的这个程度无够。是，就是你会用看到讲伊伫个不管是伫个咱这球场的这个经营，还是咱讲规个这个行销，拢是成功的。是。不过伊为棒球这边的收入，无法度支持伊
一个球队继续经营，所以这是规个咱这个产业的失败，也是讲咱的迄商业化的程度无够。我想讲应该是咱对袂着。这个速度是讲，南美国行上头前，咱对袂着这个规个产业无法度安尼支撑起来。我想讲，这应该是上重要的问题。是，所以这个咱台湾这个运动产业，真正是可能还佫有改变这个空间。咱来先看到这个南美国真辉煌的这个一个成绩哦。第一个，咱来看到这个老盖廷，就是因的这个领队这个部分，因的小档案，咱看到因创队的时间是2003年12月。迄当阵是这个台湾大联盟第一金光哦，2003年的时阵是创队，2004年到2010年的时阵是蓝鸟熊，咱美国是伫2011年到打哦，因的主场就是讲伫2011年的时阵刷来到这个桃园的国际棒球场哦，较早咱知影是伫高雄这个陈清华棒球场。总冠军伊摕到几届咧？摕到2006年、12年、14年、15年、17年、18年，总共6届这个总冠军哦。这个纪录是真正好安尼。啊，季冠军呢是摕到13届。啊，顶礼拜才创到这个顶下半季、5个半季，拢是这个创纪录这个中一个这纪录哦。咱会当看到因佫有真侪这个名次的这个选手。你甲看。这个这个队史的这个成绩这么好，雄雄讲要发收起来，这个对球迷来讲，因有搁较倒位爱进步的所在。球迷我是感觉讲，南美国呢，他当年的入场的观众人数呢，是拢是4队内底上悬的。是，因为伊伫主场的胜率是上悬的。人讲你若要去到桃园球场亲门大呼，免想啦，无可能的代志，无位互你坐啦。伊伫今年的上半季，伫主场的这个30场胜场，30场比赛里面呢是22胜7败1和，是那个胜率呢是超过70%，是所有的主场内底上悬的，就是因桃园的球场。其实一个球队哦，要经营一个职业队。伊主要的收入啊，差不多会当对4部分来看。是电视转播的权利金，第2个就是伊的票房，第3就是伊的商品，第4呢就是伊现场的广告看板。我感觉是其他3项伊拢会当控制，拢伊的经营拢盖好。是，咱讲伊的门票的收入是4队想占的，商品免讲，一个现场的广告看板拢满。他唯一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就是现在电视的转播权利金。是，这是我一直感觉袂当了解的所在。30年来，观众的人数拢一直差不多维持袂歹，不会太差，也没有说好到让你觉得说一定要从票房去赚钱。但是门票的价格，都迄阵时呢。150、200，到今嘛差不多拢是500开始起跳，是到总冠军赛的时阵拢1000几块，所以门票的收入其实是很稳定的，商品甲现场的广告拢是会当控制，但是电视转播这块实在是我想无，我最后一摆去甲球队有这个接触这些合约的，大概那时候的合约的价格是6000几万一年。即马无一队会当收到6000万，所以对这个收入转播金价就是减去啊。所有的物件拢咧起，所有的收入拢会当去控制，会当增加。但是电视的转播为虾米从2005年一直到即马10几年没有涨价？但是你看外国的，像美国职棒，它的最稳定、上稳定的以及上固定的一笔收入就是靠着每一年的转播权利金，那是球队最放心的收入，因为合约只要签下去，当你得来啊，每年时间到啊，记得来啊。但是台湾就是真奇怪，你讲电视的转播是安怎会变成安尼？这是我一直想无的所在。但是较早，阮是电视有做了有利润的时阵，球团的权利金就会上升，但是即马台湾的转播4支队，互3个电视公司咧做，是，
啊，这电视公司看起来食袂饱，啊腰袂死，啊，那这个经营球团，伊就相对的就拿不到好的权利金，是，所以这一块的增长不起来，是我感觉台湾的职业运动真正可惜的所在。是，对着这个转播权利金这个教授者，嘛有做一寡研究的。对，我的看法跟前者同款，就是，你也是为美国还是日本来看吼？咱讲美国，伊上重要的3项职业运动，头一项就是棒球，啊，第2项就是篮球，啊，再来就是美式足球。是。啊，不管是倒一项运动，伊差不多，你为收入来看，伊这上重要这4项内底，差不多电视的这转播拢爱占差不多5成左右，啊到6成，啊有时阵会到7成。像迄美式足球的这个转播权利金，就是伊的收入上大的这来源。是。啊，所以为台湾来看，这几年来，我遮有一个统计是安尼，就较简单的这个统计，就是为咱差不多2006年到2012年，这边咱差不多。这咱你来看棒球的这个平均人数，差不多是2500人到3000人。逐场2500到3000安尼。嘿，对啊，为2013开始，差不多迄当阵就是为义大找Many 来台湾，啊，搁有南美国开始做啦啦队啊，南美 Girls 啊，搁一个。这个主场的全员主场的这个经营，啊，搁有迄咱中华代表队，伊也伫咧世锦赛内底拍了真好，啊，为迄当阵开始，咱差不多有每场差不多5000到6000人，安尼数字，就是讲，咱若是安尼看，就是职业棒球经营应该算成功，为2006年开始，差不多2013年开始是算成功的，啊，不过这个电视的这个转播权利金，差不多是为2007年开始，咱一场迄阵是未来伫咧转播，是啊，一场差不多是80万，到2013年的时阵，迄阵因嘛，你不管伊的这个门票的收入有提悬偌济，伊拢差不多是维持。伫咧75万左右，是啊，迄阵差不多6年前，就是咱2014年的时阵，迄阵有一个外资就叫 MPCO 吧，迄阵开出来的计数是讲一场是120万，迄阵就未来就讲这伤悬，伊无法度承受，啊，所以伊就无个转播啊，刷来就是拄啊，迄前所讲到的，就是。了后就是规个无法度讲一个电视台来转播，啊，就变做3个电视台。曾经是4个，上济是4个嘛吼，嘿，啊，即马是3台咧转播，啊，伊这个规个这个计数就一直为伊袂用讲伊安尼落毋是讲规个拢落去啊，毋过就差不多是70万80万安尼的程度。是，所以你也是安尼看，就是。我拄仔讲，咱的规个这个产业的这个商业化的程度，无法度对着南美国，啊，搁有像中信兄弟伊的成功安尼对咧行，就是你为这边的这个转播权利金，直直维持伫差不多以前迄个差不多2012年迄阵的这种程度甲抗战，你就知影讲，台湾的这个电视的这个产业无法度去。支持咱的职业运动，这是上大的问题。是，这个转播这个权利金的这个部分，真正是这个球团是收无啦。安尼会使咱讲，但是咱搁回头来看讲，这个南美国因的这个新形态，这个行销这个手法咯，因是甲投资者拢有讲过，这个异业的结合，
等等哦，比如讲，因有甲这个去旅行社合作啦，去日本看这个职业棒球队，看因这个比赛哦，也是讲甲球迷做伙去出国，啊，增加着球迷甲这个球团之间、甲球员之间的这个感情哦。因逐礼拜拢会办这个主题趴啦，也是讲这个这个穿衫裤，这个甲球迷拢有做活动，啊，用着这个网络新科技的部分呢，是球迷上透过这个手机啊，是这个平板，就让随时来看比赛哦。过来就是讲，因徛着这个亲子的这个市场哦。不过咱要反倒来看，咱对咱讲到这个权利金，转播权利金，透过这个手机啊、甲平板，其实南美国伊嘛创造一个新形态的网络互动这个方式，就是主播可能请别个主播啊，是个个球评做伙来用讨论的方式来看这个职业棒球比赛，但是这个收入敢会入去因的口座内底？会使，但是呢，迄拢无介济。是，因为哦，电视哦，坦白讲，这个电视的硬体哦，日新月异。是，今麦已经到4K 电视了。然后这个一个电视的转播要动用的迄个设备是愈来愈济。哦，那所以说开销嘛济啊。对，那但是确实啊，因为在串流就是今麦媒体有。介一部分是少年的，应用手机来爱用手机来看。但是不可讳言的是，大电视的时代来啊，大电视最适合使用的电视项目，第一个就是运动嘛，第二个就是戏剧嘛，对不对？所以电视，我觉得我感觉是无可能会和任何的物件给出多啊。对，运动这个项目，运动转播这个是不太可能被取代的。所以，南明狗当然他是，系球队来对体质想弱的，体质最弱的一个企业，是，所以他们不断的要在逆境当中去寻求创造最大的商业利益出来，这一点是无可讳言，不可讳言它是成功的。可是呢，就像刚刚教授们所提到的，台湾的其他的配合电视。或配合运动、职业运动往前走的都没有跟上脚步，所以南明狗他在今天他才会这么落寞的说，我们只好把这个球队交给企业体质更大的球队，因为只有企业体质更大的球队，他一年了几亿、了几两亿，对于来讲小可代志是，但是对南明狗来讲，那就是天大地大的代志，所以我的感觉是，伊会当想到的物件，拢尽量去想到啊。是。所以他是一个带领，对，他是带领台湾所有这个球队经营往前走的那个动力，他是那只领头羊。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么看起来，已经会当想到的物件，会当再把商业利益再挤出来的东西，大概挤不出来。是，所以咱来看到南美国可能转卖这个，可能阮整理有3点哦。这3点呢，第一点呢，应该就是讲这个母企业，头段嘛讲到这个达达集团，这个财务状况。真歹，甲其他3队来做相比哦。啊，咱头点嘛一直讲到，伊这16档来，当年了1亿，已经16亿啊。啊，这个领队老盖廷，伊家己讲是家己对袂到这个一帮快速发展的这个脚步。不过咱投资者嘛回过头来讲，是台湾这个运动看无法度接受，无法度对着这个中信集团也好，也是南美国集团也好。因的这个脚步，咱过来看到因的营收哦，这个营收等下看到可能大家惊一条。谁安讲咧？咱看到统一 7， 因到底是偌济钱？你看到哦，一年因是营收4300亿哦。过来看到富邦因是金控，甲中信同款金控。富邦咧因是有4060亿，啊，中信咧有3500亿。对着这个南美国来讲，应该拿60亿。那在咱先请到蔡肯。你看到这个结构性的差别？我先讲这个问题是，南美国伊后壁达达集团，伊后壁包含伫台湾，可能大家较清楚的是蓝鸟。蓝鸟这几年虽然讲伊一直咧改变伊的经营形态，可是讲因为即马咱若是讲，咱一般来讲啊，像是咧买一个鞋啊啥，咱已经足习惯讲伫咧网络面顶买。啊，对因来讲，因为是足重视，就是人甲人之间的这交流，是，所以讲伫这个状况，
咱会看到讲，因就想要转型，啊，透过这个转型会使得到更加侪伫武企业这个部分的利益。可是因一直转型转袂过来，啊，这个部分就会产生讲，我武企业我本身我已经无法度趁遐侪钱，我一年个爱亏本，一年爱1亿，了1亿，安尼落去经营一支职业球团。虽然讲大家咧看讲南美国经营最好啊，逐年拢拍总冠军，票房嘛最好。可是讲实在，拄则嘛有讲嘛，一年1亿。吼，若是讲有拍入去总冠军的话，咱会看到就是讲，伊一年可能7000多万，亏了7000多万这个状况。所以讲，以拄则来讲，咱会看到讲，包含着中信、富邦还是统一，因一年拢是差不多3-4千亿的这个收入，武企业部分。对一个球团，对南美国来讲，伊的武企业达集团一年60亿。那是以我来讲啦，我是头家啦，我会想讲，恁1亿2亿，那亲像咧开迄蓝山钱，我1亿2亿，卖了我的名会起一半伊呢，我的名会起一半，我安尼我唔堪，袂堪，真正袂堪。所以讲，咱有看到老董事长，甲有咱老领队，其实因过去伫不管是任何的这，不管媒体的访问啊，还是讲可能有一寡其他的这新闻啊，还是专访啊，伊拢有讲着讲，其实对因来讲，经营职棒这件事情，对因来讲是真正不可承受之重。可是因迄个时阵是为着讲，台湾大家拢遮兴棒球，大家拢足爱棒球，所以讲国球，伊认为是国球，所以讲伊迄个时阵投入。那对咱虽然讲，咱袂使讲富邦啊、中信啊，还是讲这统一无迄个心。可是对因来讲，我开这个钱，其实讲实在，我会使当做伊是广告费，安尼开出去。对南美国来讲，这广告费就重诶。伊若有其他的这收入嘛，收入入来。咱讲拄则前者有讲到一个重点，咱讲到商品，不管商品也好，票房也好，广告也好，这3项拢是会使控制。唯一无法度控制的就是转播的权利金。这转播权利金的问题，其实真正会影响到一支球团，伊若是要经营的时阵，我收入根本讲实在啊，迄个时阵为虾米大家想讲，我会使继续喙平可以讲较粗鲁，平咧对嘛继续经营落。为啥？迄个时阵个虽然讲咱票房无介好，可是因为迄个时阵相对你去看这球员的薪水，可能无讲介悬无讲遐悬即摆的球员的薪水是比以前个比起来是千元个较济伫这个状况，伊以前伫个薪水球员薪水较低的所在的时阵，迄转播权利金收入来，虽然讲无讲介济，佫会使补。为虾米？我规模无遐大，可是为即摆开始，为后壁开始，2013年开始，咱就会看到这球员薪水。咱即摆时常会看到一个球员一年的薪水，虽然甲国比起来是无讲介悬啦，可是那伊即摆60万、50万、60万的球员足多。对一个球团来讲，我收入来钱是共款济，可是我开出的更较济。我转播权利金佫无法度收遐济。我今仔日我增加佫较济这管道，亲像透过手机看啊，透过其他网络会使看这个转播比赛。可是这钱拢收袂倒来到后壁我拢亏本。拄则佫看到这武企业因遮的收入的时阵。你真正，我必须讲啦。若是我是头家，我嘛会做这个决定。嘛会做这个决定。我嘛会做。所以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部分呢，老教授你安怎看？拄啊，大家拢讲到
转播权利金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吼，咱可能上简单的解释就是讲，咱这个运动这体育台，伊无迄个诚意，无迄个诚意，无讲要投资。这应该咱也是为以前的历史来看，可能有这个现象。不过这毋是讲大家拢安尼，咱就是为规个这个电视产业的这个规个这个结构来看，应该是安尼讲，就是台湾的市场本来就足细啊。咱阁有遐尼济电视台，每一个电视台因分到的分到的这个广告的这个收入，本来就无够济，所以伊无像讲美国还是日本，还是你讲欧洲，因有法度讲这个电视台，你也是去投资这个职业运动，你有足济这个广告的这个收入，所以伊愿意投资。不过伫咧台湾，咱无法度有这个广告的收入，会用互支持这个电视台来做投资。所以咱也是安尼看，就是讲体育台的问题，毋是讲体育台，这是电视产业的问题。不过咱也是为这个职棒。直直讲到电视产业，可能咱就唔知讲为倒一个。所以我即摆建议是安尼，就是大家拢看到，就是你也为美国啊、日本来看，你一定要有媒体支持，你才有法度商业化。不过伫咧台湾，你即个媒体本身就是无够用，无法度去支持家己啊，搁爱去支持别人，迄是无法度的。所以咱即摆来看，拄啊迄个表内底，毋是咱即摆三个球团，伊拢是大的企业，两个是金控集团。这是台湾的即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特色。就是伊即摆咱讲要接南美国即个传言的即个公司内底嘛是有嘛是有金控嘛吼，大家嘛会想到讲，可能是像这种大公司金控这种大公司，才有法度来支持遮侪钱出来吼。咱也是来看，就是讲台湾的企业伫咧即个伫咧咱的即个野球的即个产业内底，然后大企业大公司才有法度来做即个来支持这个球团，吼。不过大企业一个缺点就是，以前咱嘛有看到，就像和信伊以前的情形，就是讲，伊这个企业伤大，伊无讲伊头家无法度讲，对逐项拢拢知影啊，拢足熟悉的，所以即摆一定爱委托这种像什么运动行销公司来管理。所以我即摆的看法是安尼，就是南美国即摆有一个新的即个出路，就是伊做一个棒球伊是成功的，不过伊的公司无够大，伊敢会想看卖讲去甲别的即个公司大企业做合作，伊敢一个运动行销公司。南美国家己做运动行销这个大的这个公司伊是要广告嘛，伊爱有一个球队互伊做广告，不过伊无法度家己经营这个球队，所以南美国也是别的这个运动行销公司会做合作，对，就是卖讲拢是大企业家己咧做，因为伊无法度做遐侪代志，就爱委托这像南美国安尼有伊的专业，有伊的这个热情，搁有伊的这个经验的。这个公司来做合作，我想讲，这应该是台湾的这个职棒产业以后会用行的这个出路。到底这个转卖是要转卖给啥人？有真侪可能哦。昨呢，这个记者会的时阵呢，其实咱有问到这个老邦啊，就是这个中华联盟这个棒球的这个联盟的这个秘书长哦，老邦伊是安怎看？咱来听一下伊的访问。上摆其实是集团因家己的迄个规划。联盟的立场差不多就是来协助嘛，因为过去南美国这10年对中华职棒的贡献是非常的大，所以以联盟的角度来看，经营的模式是集团伊的责任，联盟的责任就是你安有这个发展就好，所以即马这10年对中华职棒的迄个贡献是非常的大啦。
阮未来就是要安怎协助伊，会使找到一个买主，即种阮需要去帮伊做。老邦呢，伊是讲呢，会尽着上大这个力量来帮助这个南美国进行这个专卖，有可能这个买家拢要帮伊斗相共。这个部分，咱头拄仔嘛讲到，这个可能南美国可能变做是一个行销的这个团队，啊，这个可能牵涉你安怎看？教授对我建议哦，我是感觉是一个真好的方向让专业的让南美国变成一个现在的这个团队。变这几个专业经理人的概念，然后让企业有兴趣的企业来做接手的动作。是，那当然，刘总经理他讲到的就是今年球季结束以前，至少他会继续动嘞，会跟嘞，那当然时间是有的，可是呢，时间嘛无卡伫南美国一边，因为反正就是。你即马继续要开门，就是爱面对这现实的问题嘛。所以联名当然伊有迄个因的人脉，会当来看能不能媒合，这个跨业的媒合。但是这个坦白讲，不讲这么简单啦，不是那么容易的啦。想要看我们的第五支队比专，伊是我俩辛苦才上来，它是以前就存在的，只是它。经过了很多年以后，搁再等来，所以你说要有一个新的企业，他了解职业运动，然后愿意入来，这个动力是要需要盖多也热情，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刘教授那个想法呢，倒是给大家有一个新的出发点是新的一个想法就是。哪公安呢，都不叫困难啊。有影。因为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团队来帮你操作，那这是可行的。等于吼，这个财团有这个冠名，有这个赞助的这个机会，伊的这个曝光也是形象拢较好安尼。较早咱有球队有企业有兴趣的时阵呢，伊是想着讲哇，一个球队60人左右，才排斥。我真正是。一堆问题是，再加上过去事实上有一些所谓的打黑球的事件出现过，所以很多的企业呢，它不是不愿意，而是惊一把掉。哇，这有时候怕给球，心有余，怕给球来跟人不好管理，拍管理。所以如果是只是出钱冠名，然后有人来给你专门的经理人来帮你操作。开始也使是，所以这个南美国伊嘛讲，无要改善，敢若是这个要转手。头拄仔这老教授嘛提出这个新的可能。对一个球迷来讲，你敢有赞成这款想法？以一个球迷来讲实在，若是这个球队球员阁有伫的，球场嘛有伫的，甚至讲咱名嘛是同款，这嘛是有可能嘛。比如讲，若是可能某某。南美国，这是嘛以后嘛是有可能，亲像中信，其实嘛是维持兄弟嘛，中信兄弟，中信兄弟嘛，以前兄弟像嘛，即马变中信兄弟嘛。虽然讲这对球迷来讲，可能有一寡心情面顶的转变，可能感觉讲亲像是过去遮头家无伫的，可是若是为着国外。亲像我时常咧看日本野球的，即个野球的部分，其实嘛是有类似安尼的转变。亲像咱讲一个可能大家较无熟悉，叫做横滨海湾星队，横滨海湾星队，伊已经是一个日本的电视公司叫 TBS 经营的。到2010年是伊转手吼，这日本的DNA 一个。网络专门在做数位服务的这个公司，转手给伊，伊的名嘛是同款啊，横滨海湾星中加一个 DNA 名，其实嘛是同款啊，球队的名嘛是同款啊，对球迷来讲转一个公司，可是实际上来讲，球队内底的人嘛是拢同款，球场嘛同款，其实迄个体会、迄个感受是应该是无讲差介多，可是我拄则。咱讲就讲咱
职业所谓的专业经理人这个角度，那美国确实会使做这因内底经营的这团队，当然会使做这个角色。可是，咱一个上大的问题是讲，伊的权利到底会使把一个经营者，这个我们在讲就是所谓的行销经营的营销的这部分，这部分到底我会使做偌济，做偌大，这可能母企业会有影响哦。达达光电伊是一间中小企业，因今仔日是为着讲我会使互更较侪球迷会使入来，所以讲伊无所不用其极咧做行销。可是若是转到其他的，可能因为母企业的本身的想法，吼，伊就可能想讲我就较保守的。啊，这个时阵可能你下骹足侪代志你是要做的，可是你无法度做，你会绑手绑脚。是。伫这个状况内底来看，到底这个做法是毋是好？我感觉，佮可能爱有一寡时间落去观察的。是，咱来讲南美国要转卖，其实咱中华职棒，这个职业棒球转卖这个案例佫袂少。10年来，咱来看敢若看10年就好啊。咱先来看到2012年新农卖予这个义大，2013年这个是兄弟卖予中信，16年的时阵是义大犀牛，佫卖予这个富邦。这个新农牛、义大佫甲富邦，新农牛嘛是命运多舛的一个球队就对啊啦。其实咱来看这3个球队，因的历史也是这个案例敢有成功。其实咱看新农要卖予义大的时阵，迄当阵老师对刘教授嘛有讲到，请美女来啊，要甲这个运动产业甲做好起来啊。但是买手伊嘛是挡袂落去，佫卖予富邦。先生你安怎看？其实上重要的还是买的那个方，就是买的迄个企业哦，伊家己的心是有心无？嘿，是，因为当初义大是受人之托啦，坦白讲是真的是受人之托啦。那在足紧急的时阵呢，伊出手来小救，是，但是伊终究对这个产业没有太大的兴趣，我们必须这样讲啊。那接下来的包括了像富邦再继续接手，那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看到富邦接义大之后，伊甲新增用甲足水的。咱即马朋友呢，若有时间北部的朋友去新增看卖，较早。你上家小企的本数，即帮是芳的，我不甲你骗，拢芳起来，拢芳起来，拢袂臭啊。是啊，物件足济吼，有食有掠，佫有球赛会当看。是，你去内底3点钟、4点钟、5点钟，你袂讲感觉足无聊。因为球团会当设计介济活动伫每局每一局拢有活动，拢有活动。是，即马这个经营的模式，为南民国开始，即马其他3队拢共款，拢对咧。所以。球迷去现场看球哦，迄个享受甲较早是完全无共啊，完全无共啊。所以真正的就是说，要有兴趣、有兴趣的企业入来。是，像富邦，他就是一个集团里面的少主，直接在负责这个事情。是，中信也是基本上是大老板直接在管这个事情。所以感觉上这个就是那个氛围哈，经营的。无啥港关，差别就是刘介廷啊，他也是少主，他也是有很大的权力来决定他的企业，无奈他的母企业他的体质不够强大，差别伫遮尔啦。所以中信算是钱较济，有心嘛无还阁看，他也是有心，他也是有心。是，教授你安怎看？咱即马是咧讲挖靠这个像讲个别的这个。企业家是，我想讲，这应该是，这就敢拄抢啦，就是你也运气好，嘿，咱就拄到一个好，嘿，呛死啊，拄到一个好的这个头家，吼，还是好的一个，咱拄啊讲少主，吼，富二代，咱就拄好，咱的棒球就已经发展，是，毋过这就敢讲，我爸我母。还是我家己搞，所以我的意見是安尼，就是咱若是驚講像拄啊前社個伯克嘛有講過，就是咱定定即個大公司，伊可能對棒球無夠了解，吼。
啊，伊嘛有心，啊，毋过伊就惊讲，可能也是对啊，选手也是磨脚啊啥，安尼就足麻烦的，毋知要安怎处理。我想讲有一个方式是安尼啦，咱有一个做法是信托，甲即个咱讲伊投资入来，啊嘛是伊有即个冠名权伫内底，啊毋过伊即个资金是信托，互即个专业经理人来做，啊因为伊有即个信托的即个机制，伊嘛毋惊讲即个团队甲钱毋知乌西去倒位去安尼，就是你。对两边来讲，就对运动的这个专业的经纪公司，啊，搁有咱这边的大公司来讲，拢是一种保障。是，所以我想讲，咱即马是为人民国这个现象来看吼，咱即马解决伊的问题，嘛是解决规个台湾这个棒球环境产业发展的一个问题。我想讲，咱也是为即马开始用信托这个手法，互人民国继续落去。应该为台湾的这个咱野球的这个产业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是，这个方法不是美国的方法，嘛不是日本的方法，这就是适合咱台湾家己的一个方法。是因为台湾真正伤细啊，这个中小企业要经营一个团队、一个球团，真正是无简单。对，咱过来看到上尾这张图，这个。各支球队哦，安怎看这件代志哦？咱来看到这张，就是中信兄弟，伊是讲吼经营这职业棒球已经无简单啊。那美国伊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模式真歹去copy，但是对着这个中小企业来讲，确实是有影辛苦。啊，富邦是安怎讲呢？富邦是讲哦，南美国因的这个经营的成绩是大家拢看会到的，嘛是互人真敬重这个联名的这个朋友。但是转媒这个消息，真正互人感觉真可惜。啊，统一因是安怎讲呢？统一就讲哦。连上好票房的这南美国拢挡袂住，拢记载袂掉，证明因经营这个职业棒球是真正真成可爱哦。啊，2021年可能魏全龙要来三星啊，中职的第5队，因是安怎看？因是讲期待着，因为这个合作的方法哦，这个老家因爸仔囝可能保持因的这个影响力，可能嘛是因的这个部分。头拄啊，像老师讲的，可能就是因做一个职业的这个团体行销的这个经理人的这个方式，加这个冠名赞助。先生，你安怎看？最后各队的这个领队因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呢，的供出来，南明狗呢，它是系队来的，他一直想弱，最弱的一，可是呢，它是经营的绩效是让人家觉得想赞的，是，而且呢。他也真的真正是讲伊的经营的模式，真嘛是很精确的落实在每一个球团身上。是，这个是讲也许有一位老维讲中，穷则变，变则通天无绝人之路。是，就是也许这个大环境，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也许未来看不到南明狗，但是呢，南明狗留给台湾的一些经营的。想法会改变，对，会启发很多经营者，或者是感动很多的球迷，愿意去入去球场，是。然后呢，给台湾的棒球环境呢注入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才是台湾一个岛国型的经济呢，需要有更多的想法跟创意的地方。我个人也非常的感谢南明狗，因为我真的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小而美的一个职业棒球的概念。是，在美国的职棒里面也有一些小而美的职业棒球队伍，像是运动家啦，像是克利夫兰啦，他们呢也能够靠着小市场去打出好的成绩出来。小市场都有法度，更较大，互人来看。人迄种捌安尼甲我讲过啦，阮这个球队无钱啦，所以阮就爱拼。阮一定爱拼，无阮输不起。伊的输是讲包括了成绩上的输跟经营上的输，我们都输不起。是，所以洪一中说，从因的头家到因的球员，大家拢伫球场就是拼。是，我摕这份薪水，我就爱拼给头家看，拼给球迷看，是，给球迷感动。所以他的主场才会这样用，做歹赢，真正做歹赢。那种总教练就是讲，都是拼就对啊。对，对着球迷来讲，你安尼看？我的感觉是讲，也是同款啦。就唔甘的啦。可是，徛伫一个职棒台湾职业棒球吼，伫
未来要发展的方向来讲吼，我是感觉讲，所谓的阶段性任务，阶段性已经完成啊。已经，我感觉是讲已经完成。是。啊，后壁是要安怎个做？我感觉是讲，嘛是会使，互咱规所有台湾的对这职业棒球关心的球迷，会使继续观察落去。啊，可是我是感觉讲，上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入去球场。入去就看球就对啊。来支持，无讲实在。台湾的一帮30年啊。球迷就爱一定行入去，即个体验一个、体验一个，啥物叫做是新的即个棒球的文化，对无？对。最后咱请教授，野球是台湾的国家的运动，是。所以咱会用为人民国即个现象看到，就是咱一定要有一种无甲别国家无共款的做法，是无共款的路就对啊。对，咱爱行出较低的路，咱就像前者讲，咱是岛国，是。咱这个岛国的这个职业运动的做法，一定爱有自己的路，一定爱想法度去行出这个风向。小国爱有小国的这个立场，爱徛在，亲像安义中总教练讲的，爱冲就对，爱拼就对啊。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